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Parker。今日咧我就攀山涉水係揸咗2個鐘頭車啦，喺東京嗰邊揸車過嚟呢個群馬縣入邊啊。群馬縣南部一個叫做大泉町嘅地方，跟住呢個咧係一個叫做西小泉嘅車站係。咁首先啦，大家睇下呢個西小泉車站嘅呢個站牌咧，大家覺得佢嘅顏色係有少少係咪似曾相識嘅感覺咧？會唔會係同呢個巴西國旗係會好相似咧？係。咁冇錯啦，係佢係特別設計嘅，就係因為咧本身呢個大泉町入邊咧係一個好出名地一個好多巴西人聚集喺呢度嘅地方啊。咁今日咧嚟呢度咧就想帶大家去行下呢個報道上邊或者係印象上邊充滿住異國風情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咁出邊就因為太曬咧，所以行入嚟車站入邊就繼續啦。個車站咧好似係無人車站嚟嘅，冇工作人員嘅，甚至乎係都好似等咗好耐咧，都冇車經過添係。咁咧睇個告示板上面咧係有張海報，咁咧似乎呢個地方咧定期都會舉辦一啲係類似嘉年華咁樣嘅活動啦，係會有人跳森巴舞啦，同埋係會有一啲巴西美食嘅攤位喺度啦，啲巴西烤肉啊、漢堡包等等之類嘅嘢啦係。咁頭先都講啦，因為呢個係好多巴西人喺度聚居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就會有一啲相關咁樣嘅活動啦。咁個車站入邊咧，無論係呢啲咁樣嘅地圖啊，或者係呢啲車站嘅顏色咧，都係用巴西國旗上邊嘅黃色、綠色咁樣嚟到係做設計嘅，都幾特別其實。咁咧呢個大泉町帶大家去行之前咧，首先想同大家講下有關呢個群馬縣嘅狀況先啦。群馬縣咧都基本上可以話係日本上面數一數二多外國人嘅地方嚟㗎啦，係。咁當然佢係及唔上東京或者係大阪呢啲大城市，甚至乎比唔上沖繩啦。咁但係咧，群馬縣入邊嘅外國人嘅聚居數目咧，都算係數一數二嘅。全個群馬縣入邊咧，大概好似有8萬幾外國人嘅。群馬縣入邊本身嘅人口都係得180萬左右嘅啫，其實係。咁呢個群馬縣入邊咧有3個城市，包括係呢個伊勢崎市同埋呢個太田市，仲有呢個大泉町咧，都係3個數一數二多外國人聚居嘅地方嚟嘅。呢度咧，據統計咧就話咧，大概有5萬人都冇嘅地方啦。呢個大泉町嘅話，但係咧佢係聚居咗5000到6000嘅巴西人喺度嘅。再冇包括其他嘅外國人咧，如果包括埋嘅話咧，可能更加多㗎啦，係。咁所以咧計算上邊咧，可能係5個人當中咧，呢個城市入邊啦，5個人當中咧係有1個外國人嘅，而且好大機會係巴西人添。咁一出車站咧，就會見到一間咁樣嘅餐廳啦，但係就唔係專食巴西料理嘅，係有好多唔同國家嘅料理都可以食。同埋咧，頭先睇嗰個車站入邊嗰啲路牌咧、標示牌咧，除咗日文之外咧，仲會寫一啲葡文喺度嘅，係。同埋有英文啦、韓文都有添啊，係。咁似乎就唔單止係巴西人喺度住喎，係。咁我諗咧，應該仲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喺度做喺度生活嘅，係。車站前面呢間鋪頭嘅招牌咧都幾特別啊，唔知係做啲乜嘢生意嘅咧。隔離嗰間就係的士公司嚟嘅，跟住呢度有間係咪賣一啲巴西食材嘅地方咧？巴西進口食材嘅地方咧？不過呢間就唔入去住，因為咧隔離仲有一間好大間嘅超級市場，一陣帶大家去行下。嗰度咧係賣好多一啲巴西小食，甚至乎係一啲巴西進口嘅一啲食材啊，會係。雖然馬路上面嗰啲交通路牌咧就淨係寫日文啦，咁但係咧周圍啲鋪頭咧好多都會寫埋葡文，應該係葡文嚟嘅。眼前呢個係，但我就唔識讀啦。雖然我係澳門人，但唔係個個澳門人都有學過葡文嘅，其實。咁成日會睇到一啲新聞報導咧，就係會介紹呢個大泉町嘅時候咧，譬如話佢定期會舉辦一啲係嘉年華，有人喺度跳森巴舞嗰啲畫面啦。我以為係好熱鬧嘅地方啦，同埋係會更加之森巴嘅地方啦。咁但係咧，似乎又唔係喎。森巴嘅地方係有嘅，一啲外國特色嘅商店係有嘅，但係就零零星星咯，係會。同埋車站前面就有一間咁樣嘅呢啲廢物回收公司鋪頭喺度啦，係。唔驚有人偷嘢咩？呢度整體上面咧，車站前邊嘅話咧，除咗個車站翻新咗比較靚仔啲之外咧，其他都比較舊啊嗰啲地方。咁呢度雖然多巴西人啦，但係就唔係淨係得巴西人嘅，係應該仲有好多啲其他東南亞族裔嘅人士喺度啊，係。同埋咧，呢度你會見到好多啲巴西元素喺度，譬如話呢啲路燈啦，係
同埋係會有好多啲巴西餐廳嘅，會係啲招牌都比較係巴西感覺啊。咁本身點解呢度會咁多巴西人呢？咁首先啦，喺巴西嗰度呢，係有好多一啲日本人嘅後代生活緊㗎嘛，係因為一啲歷史上面嘅原因啦。喺100年前，好多一啲日本人咧響應政府嘅號召，就移民出外，就去咗巴西度揾食嘅係。咁但係過咗係一段時間之後啦，因為日本呢邊咧處於一個高度成長時期，國內就人手不足啊，同而家嘅狀況一樣。咁但係咧當時係因為經濟起飛而係人手不足啦，咁所以咧政府就決定係放寬一啲係喺海外嘅日本人嘅後代咧，放寬佢哋嘅簽證可以翻嚟日本呢邊生活，同埋係可以揾工咁樣樣啦。就放寬咗好多啲巴西嘅後代、日本人嘅後代係翻嚟日本呢邊係做嘢嘅。當時係對面呢間餐廳咧叫做巴西餐廳啊，係好出名嘅。出名在於咧，因為係好多一啲電視嘅綜藝節目係去嗰邊度取材咁介紹嘅，係入邊食一個餐咧，所以就好貴嘅。食一份扒餐咧，大概好似都要2-3千yen啊，係。以一個咁樣嘅地方嚟講咧，食飯要2-3千yen咧，算係貴嘅呢度。隔離呢度有間彈珠機中心啊，係，但係就荒廢咗喺度啦，已經係。咁呢度就有間係獵頭公司，幫啲外國族裔嘅人揾工咁樣啦。咁講翻頭先個問題啦，就80年代嗰陣時，就日本政府係招攬咗好多啲喺海外嘅巴西生活嘅日本人後代翻嚟日本呢邊做嘢。咁啱先呢，而家身處呢個群馬縣嘅大泉町咧，佢附近係有好多工場嘅，係好多大公司嘅工廠啊，有啲汽車公司嘅工廠啊，同埋係 Panasonic 嗰啲大公司嘅工廠，又喺嗰度有設有一啲地方嘅分公司或者係工廠嘅，係咁，所以咧就會招攬咗好多啲海外嘅廉價勞工過嚟做嘢嘅。咁當中亦都係包括好多巴西人咁樣樣啦，係。咁咧做下做下，可能做咗10幾20年之後咧，甚至乎當時回流翻嚟嘅巴西人咧，已經喺呢度係生兒育女，係生活咗好耐，或者生活咗一段長時間嘅啦，係。咁所以咧，除咗係嗰一批巴西人翻到嚟做嘢之後咧，佢哋嘅後代都係留喺呢個地方度生活嘅，係。咁所以咧，除咗係啲大人之外咧，仲會見到好多啲係巴西人嘅細路仔喺度嘅，係。咁但係咧，有個社會問題就係咧，呢啲巴西嘅細路仔咧，佢哋可能因為好難融入去日本社會當地啊，因為咧佢哋可能日文就唔算係咁精通啦。翻到屋企嘅話咧，同父母傾偈咧，都可能係用葡文嚟到溝通嘅時候咧，變相就日文變得唔鹹唔淡啦。雖然學校會學，咁但係咧長期地落去嘅時候咧，可能接觸嘅巴西文化可能仲會更加係比較深入啦。同埋可能啲父母本身都唔識日文嘅，其實係有好多。雖然喺呢度生活咗好耐，呢度就係一間尼泊爾餐廳。呢度即係咧，雖然呢度咧整體上嚟講個感覺咧，都你會馬上知道呢度係日本嘅城市咧。咁但係咧，有一啲地方咧，部分咁樣樣啦，係會有一啲異國風情俾你 feel 到嘅，都係會。同埋我發覺呢度嗰啲大廈咧，啲單位入邊咧，啲人好中意喺個露台度整塊綠色嘅漁網喺度嘅，係唔知係為咗做啲乜嘢嘅咧？係防止啲人係爬窗入屋，唔通係？即係因為日本呢邊啦，你唔可以隨隨便便整個假嘅花籠喺度咩噶嘛，係會有法律規限噶嘛。咁所以就係咪可能要用呢啲綠色嘅漁網嚟到係防盜咧？睇呢間嘢咧，完全想像唔到入邊係賣啲乜嘢嘅，係賣高踭鞋嘅地方。好啦，頭先就行咗一陣間之後咧，而家就中午時間啦，就嚟到另一個地方，呢個叫做係塔卡拉嘅超級市場啊，應該係專賣巴西食材嘅地方嚟嘅。同埋咧，佢隔離係有一間漢堡包店嘅，就順便係睇下入邊賣啲乜嘢之餘咧，再去食個漢堡包咁樣樣啦，係。咁我哋行入去超市睇下先啦。咁但係個超市出邊咧貼呢啲海報咧係咩意思咧？其實係果然係有少少與別不同嘅嗰個 taste。咁超級市場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同埋嗰邊咧有啲 counter 咧可以俾啲人係辦理嗰啲車牌嗰啲手續嗰啲嘢，應該係。咁同埋驟眼睇咧，
應該全部都係嚟自海外嘅食品嚟嘅。咁不過咧，佢呢啲食材咧入邊後邊個包裝上面都有啲日文字喺度嘅，咁都安心啲。即係一瞬之間咧，馬上就 feel 到呢個異國風情。即係咧喺好多一啲好多中國人聚居嘅地方，就會好多一啲係中國食材嘅小店啦。呢度就有一間好大間嘅專賣，唔知係咪嚟自巴西，可能嚟自唔同各個國家好多地方㗎啦，係一間咁樣充滿異國風情嘅超級市場喺度啊！咁同埋咧係有一啲貌似係日本人，但係應該可能係巴西日裔嘅後代都唔定咯，我覺得。即係有時好難單憑佢係一個亞洲人樣就判斷佢真係一個純正日本人嘅。哦，呢度仲有啲熟食同埋麵包添啊，係入邊有個師傅喺度整緊麵包。呢啲係咪原隻急凍雞嚟嘅？呢啲係雞定係咩嚟嘅咧？雞嚟嘅，原隻急凍雞喎。入邊都係巴西人做嘢喺度，有個これめっちゃソーセージだよこれ。すごいね、ぐるぐるのよく見るやつだね。でか。有好多呢啲日本超級市場就唔會放喺度嘅一啲香料啊，應該係。哦，啲沙甸魚喎，唔知有冇老人牌咧？老人牌應該冇啦，應該。これさ、あんまり日本のスーパー見ないよね。あったとしても少量だね。なんかさ、これソーセージを見て大腸みたいな感じで気持ち悪いよね。ちょっと腸詰めしてるから申し訳ないけど。突然之間係有個菠蘿喺度呢度，同埋佢咧超級市場後邊咧係有個 corner 係賣香水嘅，對面嗰度係賣香水同埋係咪賣衫嘅地方咧係。呢度一系列嘅海外嘅糖果，同埋會聽到好多啲西班牙文嘅呢度。即係呢種狀況咧，喺日本嘅超級市場係絕對唔會見到嘅，係清潔途中將佢放喺度唔理。不過呢個唔係彈啊，大家唔好誤會啊。睇下啲嘢飲搞啲咩先呢度。これ何これ？ペプシ？哦，沙士都有啊！我呢度咧可以模擬揸車喎，呢度係一間駕駛學校嚟嘅，唔得意啊！超級市場隔離呢度就唔係淨係賣香水嘅，仲有啲生活用品、番梘嗰啲嘢啦。同埋係呢啲係咪波衫嚟嘅咧？係唔係巴西國內聯賽嗰啲波衫咧？彭美拉斯呢隊巴西呢一件應該係國際邁阿密啦。好啦，咁咧喺超級市場度逛咗一圈之後咧，就去隔離呢一間店鋪入邊食個漢堡包先啦。咁呢度食漢堡咧，相對上就個價錢就適中啦，比起頭先嗰間巴西餐廳咧係要平啲啲嘅係。高！
好啦，咁點好餐之後咧，就坐定定等下啦，係。咁間超級市場咧，我哋就冇嘢啱啦，應該就冇嘢買，食埋個飯，跟住就再起程。睇落好似幾唔錯，罐可樂係連罐上嘅呢個，仲有老婆呢邊呢個幾靚喎，砌得。好啦，起快！咁呢間餐廳咧都係一個日巴嘅後裔喺度開餐廳做生意嘅係。好食。即係其實啦，都好不可思議嘅。有5000幾6000巴西人喺度生活嘅時候咧，你都會諗啦，其實巴西人嘅性格同日本人咧應該相差好遠嘅。巴西人相對上就更加開朗，更加係熱情啦，同埋咁中意 barbecue 嗰啲咁樣嘅活動嘅時候咧，因為睇新聞報道就係話咧，呢邊好多巴西人咧，有時候佢哋可能會去公園度自己搭個檔喺度燒烤咁嘅樣咯。咁但係看在日本人眼裏咧，就會覺得呢樣嘢係滋擾咁嘅樣啦，係會。我哋昔小學生の時、ブラジル人の子が行ったんだよね。そうどうだった？なんか結構陽気うんふん。でちょっと気が強い感じの子。そうだよね。うきつかった？ん合わなかった？性格は合わなかったね。日本人陰キャ多いんだよね。陰キャだけど。今私のこと陰キャって言ったよね。なんか性格合わないんだよね。タイプが違う。やっぱ南の方の人でしょ。うん。そう。だから美味しいこれ。美味しい。チーズが美味しい。なんかこの地域不思議だよね。ちょこちょこ海外の感じがするんだよね。ね。さっきのスーパーはどう？さっきのスーパーはなんか異国に来たってか大きいし、なんかでも買い物ちょっと不安でしょ？買ったことないし食べたことないし、そう何が入ってるか不安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よね。日本のスーパーのさ商品でも結構何が入ってるかわかんないの多いじゃん。まあなおさらだよね。あれと一緒。さっきのその店員さんのお姉さん、タトゥー入ってんじゃん。手にどう思う？別にどう思わない。おしゃれで入れてるとしか思わない。まあね、おしゃれで入れてる人となんかちょっとガチのやばい人の負けてmu。咁群馬縣呢度咧，除咗巴西人多之外咧，其實越南人嘅人數都逐年急升啊！基本上係逼近巴西人嘅啦，係呢度最多係巴西人，暫時都仲係，但係第二位已經係越南人嘅啦。係群馬縣嚟講嘅話，因為同樣地都係嗰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工廠咧請好多一啲廉價勞工，咁而家近年係好多越南人過嚟做嘢噶嘛，係即係呢樣嘢咧嚟緊可能都會成為第二個社會問題咯。巴西人嚟講嘅，因為佢哋本身可能屋企人可能係有巴西血統咧，相對上對於融入日本社會咧，雖然都難㗎啦，應該係咁，但係都可能仲會叫做係容易啲啊。咁但係越南人嘅話咧，真係雞同鴨講咧，同埋佢哋可能完全唔熟悉或者係唔想要冇呢個心力去了解日本嘅文化嘅時候咧，可能嚟緊就會更加多嘅一啲社會衝突出現都唔定。好啦，食完啲薯條之後就食漢堡包啦。啊！カリカリ。唔多，哇！好飽，好耐冇食過一個叫做有水準嘅漢堡包啦，已經係
同埋咧，今條片就拍住咁多先啦，帶大家行咗呢個好多巴西人聚居嘅大泉町啊！咁大家又覺得點咧？不妨留言啦！影片就到呢度結束先啦。鍾意影片記得讚好同埋訂閱頻道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